起来，上老屋睡去。不，我要跟我姐睡。不行，去老屋睡去。不去。去不去？不去。最后一个一次机会，去不去？老公，你们干嘛呢？没干嘛呀，我不是看妹喝多了吗？我让她出去吃点水果，醒醒酒。去不去啊？走。我换衣服从来不去洗手间，从来不走光。嘿，小姐，你这个等朋友吗？没有，我一个人。啊，就是我觉得你蛮可爱的，就出于对审美的尊重，过来搭讪你一下。就是我想问你个问题，就平时日常生活中别人请客，你会开心吗？男性还是？都可以。我会开心啊。会开心就是就是我听说那个结婚证只要9块钱，那么不如我请你吧。我就是过来，跟你加个微信交个朋友可以吗？好。那就是在走前可以跟你来个友谊的拥抱。拥抱吗？对。怎样了？你兜里只剩5块出头。哈喽，小姐，哈喽，你真漂亮啊，你真有气质。你是一个人吗？是一个人。我能跟你玩个捉迷藏游戏吗？怎么藏？那就不藏了吧，因为我爱你的心是藏不住的。就是你知道大街上这么多人，你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吗？有什么区别？他们走在街上，你走在我心里啊。你可以把手打开吗？都丢给时间，我曾把机会。小姐姐，你喜欢我吗？我跟你说，过了这条街，我从下条街等你啊。嘿，哈喽，美女，你很漂亮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小问题？你知道我和玉米有什么区别吗？你是动物，它是植物。不对，玉米只能吃饱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能陪你到老啊。